全球暖化，即马极端气候呢，对咱的农业影响是真大。农业部鼓励农民来投保，以农保法的规定施行了后，第6档开始，这补贴是以60%上盖进磅。也那国民党的立委呢，是希望讲会当赶紧来修法取消补贴的限制。也毋过农业部煞是无愿意的。另外一部分即马猪肉价数呢，逐公斤是拢超过100块。农业部表示讲，其实95块至100块拢是腰算合理。 天公伯暗落雨，或者是落上侪雨，农业拢大大受到影响。国民党立委谢宜芳指出，对民国108年到112年期间，极端气候影响农业损失超过540亿。就算农业部鼓励农民针对因种的作物来投保，政府会补贴保费。不过，农保法规定实施的第6年开始，保费的补贴比例上侪就是60%。立委谢宜芳就提出爱修法。 应该修正依实施年限递减补助的落日条款，改为授权给农业部建立以风险为导向的动态补助。目前有投保的比例大约53.72%，理赔总金额有到60亿6千万。不过农业部偏向卖修法较好，因为希望爱让农民负担部分的保费，提高因的风险意识。而且愈地农民投保保费就会愈低。目前也规划针对愿意连续投保的农民，要给因更较好的补助。 我们希望保险是一个长期性，每年都能够投保，而不是好像要跟天气对赌。连续保的话，我们会给予保费的优惠。因为最近猪肉价数化价1公斤200块，农业部搁再强调95块到100块，农业个算是合理，超过100块只是暂时的行情。当它的价格已经有一些偏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进场调节它的批发的头数、进场的数量，那这样的话就能够让它的价格。 稳定在95到100之间。另外，林业协会甲立委有做会开记者会，指出真侪手册地其实标示无清楚，互消费者掠准是使用国产的青牛奶，其实是使用蓝掺牛奶粉染油的还原牛奶。农业部长陈俊贵表示，会搁加强推广青奶的标章，嘛强调即卖技术已经会当检查出是使用本土也是进口的牛奶，未来会加强稽查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